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这十几天以来，你敢毋咧关心双城论坛、金华城甲土城？这个新闻连搬十几天，搬甲是随是随非，相讲才准确。偏偏逐工拢有新爆料，安尼办案敢有违反着不公开的侦查？今仔日咱来斗阵，好好来检查。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灣民眾黨組織發展部副主任林兆英。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民主進步黨台北市議員顏日峰。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何顏生。主持人大家好。第四位，不動產的高技師張鳳清。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台北地檢署偵查到金華城案件，一早起提訊了台北市前副市長彭振興。另外，郭文鐵的律師團昨暗嘛表示講，郭文鐵無要提出抗告。台北市議員簡舒培認為，郭文鐵無抗告，就是無法度接受到檢檢。那麼擔心伊的笑破會佫變空。穿着長槍的外套加短褲，穿拿白淺拖行入去地檢署。台北地檢署早起提訊在押的前台北市副市長彭正新，為了要調查被告的供詞加匯款等疑點，彭正新是雙手扣手銬，攏無表情。那這樣有沒有可能轉污點證？你們有這個打算嗎？現在都不方便透露啦，因為偵查不公開。前台北市長民眾黨主席郭文鐵涉入金華城案件被羈押禁見，有媒體報道，檢驗搜查關鍵的 USB 內面有2022年11月7日因我控控新情境引起金流的懷疑。郭文鐵在催告委由律師證實歪提控告。民進黨的台北市市議員簡舒培認為，歪提控告恐驚是擔心會記載因我控控新情境的神秘構造被證實。柯文哲如果提了抗告，再閱卷，這個神秘的檔案可能就要公諸於世。如果這個賬冊被揭露了，柯文哲民眾黨就整個崩解了哦，小草可能就再也不會被他們召喚出來了。簡舒培議員有很多的臆測，我們沒有辦法針對他每個臆測來做回答。我想柯主席他有自己的想法，昨天也透過律師發表的聲明說得很清楚。驗過檢驗偵辦金華城案件期間，所有媒體報道可能是偵查的內容，亦和北檢讓人懷疑講違反偵查無公開。北檢在咧催告表示，已經主動分他立案調查相關人員是唔是有涉及到不法。做動作打假球，毫無期待可能性。連外面在隨便亂放話的人都已經明確的講，他的消息來源是北檢，北檢要自己查自己嗎？北檢也重申，絕對無泄露任何偵查的內容給特定媒體。也無接到媒體放話，或者是道理特定媒體，同時希望外界莫閣亂猜測，和檢察官單純的辦案空間。記者綜合報道。咱節目1點鐘，時間有限，所以呢，我袂即個浪費喙舌來講這個要啥物要啥物。主要請4位來兩個主題：第一，啥物叫做偵查不公開；第二，到目前為止，其實真濟民眾閣三無走，啥物叫做是用職獎勵、用職率啥物叫做適用講有的適用是即個途徑，有的適用是都市計劃法，有的是適用是違諾所以我後面要請兩位專家來但所以請兩位雖然無共款政黨。咱就事論事。首先，我要先請教着咱副主任，你認為阿伯無去控告，伊啥物意思？無去控告，伊就想講互檢察官好好調查，配合因2個月的調查嘛。有證據你就查，你就辦。若無證據呢，
咱就来放人嘛，还是讲咱就一性咱去发但言。内面真ou热啊出来嘛，有通好好啊讲，啊有这个机会，哪会无爱出来呢？有啊，昨迄个吴宗宪委员有讲嘛，伊以前是检察官嘛，伊就讲控告吼，一般吼真困难啦，无可能啦，所以就免浪费免浪费迄个喙烂真正啦。嘿啊，伊昨有讲啊。你看迄个郑文灿，人伊嘛控告3届啊，一摆成功，2摆成功，第3摆失败，搁入去。但是嘛是一摆啊。我是感觉讲吼，无我无意见，我的意见就是讲，既然有机会，安那会来争取，争取出来了吼。甲恁有通甲恁开会，有通甲恁讲恁的心声，啊，毋是真好，大家小吵，听到阿伯讲话，心情嘛较好。是啊，主持人拄则嘛讲嘛，一遍成功，二遍成功，第3遍伊嘛是入去嘛。从台湾的司法就是讲，你就是在算这个控告的这个游戏嘛，你就会使一遍2遍，啊，检察官总会甲你调入去嘛。啊，你反倒安尼，可能官方即摆心声是感觉讲，无要紧，我就入去互你查，咱就免安尼。一来二去，咱就好好啊查。我无做歹代志，你就尽量查。好，这是你的理解啦吼。但是第2个问题，我问你吼，今摆侦查不公开，你有啥物意见？侦查不公开，我准备的遮拢会使讲讲。哦，当然咯，我遮我袂甲你剪啦。好，首先非常感谢这部有这个机会我讲啦。我嘛因为主持嘛真厉害，伊有拄好咱这个电视台有一个连续剧做。无罪推定嘛，咱主持人嘛开记者会嘛，所以讲什么是无罪推定？你就讲你还未发生证据的时候，也无找无钱的时阵，这个人是无罪嘛。但你即马甲上手铐，啊讲遮有诶无诶，甲遮诶媒体安尼直直去放送，我讲安尼是唔对诶。处理上手铐吼，上手铐这是一般的定数哦，是吧？但是只是讲。你即马你有注意看哦，电视台哦，像阮义务可能也当拍，就也未判出审判定额真情哦，拢是无罪推定哦。是啊，是吧？是啊。所以讲，我是感觉讲，互观众知影讲无罪推定的重要啦。咱电视台嘛有讲过一个台词嘛，叫做落笔千斤重嘛，就讲你若写落，检察官还是法官你甲写落，吼，伊的人生就改变啦。反正讲你即马公开哦，媒体知影。讲哇，700万、170万、1500万吹到抓到，你讲这无好嘛吼？安尼是无好的风气啦。来，就咱即马观众朋友咧看吼，我正手评价吼，嘿，这嘛是无罪推定哦，无罪推定哦吼。所以吼，若要看吼，较有客观的，就来看咱这台吼，这是头一个。啊，第2个吼，你这用这论吼，小等我留一个时间吼，这个蓝议员先讲吼，议员你来看吼。他抓我就先问啊，用这律吼开始出问题是当时有人讲无喏，对这个200几来到500几的时阵就出问题啊，是安怎想？应该是讲啦，金华城这个案件其实为最早进前就有开始在讲，伊到底是工业区还是商业区？吼，它是要变更土地变更，从工业变商业，就是为392。变到工业的这是560嘛，对不？392要变560%的时阵，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迄句金华城就一直在讲，所以郝龙斌迄个时阵有无？郝龙斌就是无要处理这嘛，伊刚刚讲，互你到560%，安尼是唔对的，应该是维持伫咧392%这个容积奖励这个上面这边。好，他伫咧迄个时阵，所以郝龙斌无咧处理。后来咧，就是这个金华城就去上诉嘛，去告了这件事情嘛。啊，告去监察院，去监察院，啊，去监察院嘛有去行政法院诉讼，吼，到行政法院诉讼，迄句与这个拖足久，迄个时阵已经到柯文哲、郭文提这个时间的时阵，也执政时期的时候，你有看到讲这个林周明先前有讲，包含这个林清荣迄句的副市长嘛有在讲。就特别搁写一个这个报告市长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书件给柯文哲，就讲若讲吼，咱互伊560%，啊，包括都发局，包括法务局，其实每一个市府的单位，伊拢有甲柯文哲建议讲，若讲互伊560%，吼，这是可能会有图利的嫌疑，而且今嘛那时候还在诉讼当中哦。还在诉讼当中，不宜去处理这一块，就互法院来判。
判讲要互伊560%，还是不要给他，要不要给他560%这个部分？好，那时候大家每一个公文拢在写讲，若讲直接互伊会有图利的问题，大概个因为这个物件已经讲啊1个月啊，所以你讲今仔日这个案件好，那时候的法院市政府是赢的哦，市政府告赢的是讲无要互你560%。这我就是停在遮吼，就是市政府已经告赢，市政府告赢，因为人民来真情，所以要重新来送这个都委会来审议，这敢是正常的？应该是讲，我先讲一个心态，就是讲，咱咧甲市政府交涉的时阵呐，吼，若讲有拄着处理着一个案件，是讲因伫咧司法诉讼过程当中，公务人员甲咱讲啥？公务人员讲报告议员，这件案件吼已经伫咧走法律诉讼了。咱今嘛就等法院的判决下来。就讲啊，市政府爱赔，咱就赔。那讲是市政府赢，啊，对方这陈情就不用说了，因为法院一判就一翻两瞪眼就结束了嘛。所以咱为以前到今嘛，我为助理甲做议员到今嘛，阮处理就拄着嘛，有就在甲市政府有诉讼的一些陈件，以他们去做 BOT 嘛，嘿，有 BOT 案件，他们觉得有争议，伊就去告市政府，啊，市政府今嘛就甲咱讲。无，今嘛拢伫咧司法，因为我就问状况，讲啊，今嘛案件处理到倒位，因讲今嘛走司法程序了，我们就是等司法程序告一个段落，法院判决再来处理，这是正常的，这是市政府在正常的在处理的流程。啊，不过金华城这个问题就奇怪，就是讲啊，伊就伫咧甲市政府在诉讼，还在诉讼过程当中，为什么要速审速决？为什么要把它交办回去给都市计划委员会来做处理，为什么你无要当讲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下来之后再来做决定？咱这个市长就真有为，想要来行利啊。所以我是讲，会使安尼想袂？啊，唔过你讲，你唔通甲我笑啦，我是讲尽量人可比，你有同意我安尼想无？对，无。行利甲道理就是一线之隔嘛。哦，安尼即句话，对无？啊，无拢免做代志。好嘞。咱要来讲啦，人民的真情有够侪啦。你讲柯文哲、柯文哲市长，我相信讲伊伫咧8党的这内底当中，伊接到足侪市民甲伊反映。啊，我讲一个上出名的一个什么？足侪人民去到地方的时阵，人民甲伊澄清什么？啊，迄重阳敬老金你嘛发一个，这已经有史一直都是这样子。啊，这个钱也不多，互咱的时代会当有一个尊重，一年。999重阳节也拄啊较发了啊尔，1500块，有偌济市民，有偌济市议员，甲柯文哲市长讲，这个案件其实是让人民觉得心理舒畅，长辈觉得备受尊重，这是不是人民陈情？是，但为什么柯文哲还是坚持不要？虽千万人我往伊啊。所以你讲，这个时代不是柯文哲的市民吗？还是你的市民敢若有画一条界线在这边？就是资产偌济财团才占他的市民吗？所以你说金华城来向你顶警，我讲会使。啊，唔过看到全部的这公文的资料的时阵，变成讲好像金华城你上礼拜这个陈情案件，好像都可以，市长都可以接收到，市长都可以处理到，为什么会这么不一样呢？我来问何老师，老师已经有参与到相关的这个审查啦会。你认为这正常啊？无正常？好，应该是讲吼，一个都市计划啦，因是送变更案啦，送变更案入来了后，就要处理啊，因为都市计划有时间限制，好啊，一定要处理啊，处理的时阵吼，就有条件就出来啊，啊有些条件吼，唔是讲盖合理啊，有些条件吼会使处理，会使参详，嘿。啊，其中有一个吼，就是讲吼，本来金华城的条件吼是讲吼560，啊，市政府嘛讲会使啊，好啊，但是有一个条件是吼12000，好12000的那个营建容积啦，啊12000营建容积吼就怪怪，为什么呢？因为迄是进前伊民国80年的时阵，迄盘古开天的民国80年啊，80年的时阵，我工业大楼建造的
那个楼地板面积啦。楼地板面积。12万嘛，哈。对，12万，嘿，是民国80年的建造引建容积啊。金华省是讲吼啊，我今嘛吼，我要做都市化变更啊，进前吼有遐多啦，我有这个数字啦，你爱给我啦，好但是吼，市政府为什么唔敢讲这要给伊咧？因为伊是新的建设案、新的开发案、新的开发案要用行为。新的开发案是什么定义？是讲伊已经对初开始的工业区已经变做上山点，对。商业区的第3商业区的特种的，所以已经适用的范围无同款，意思是安尼。应该是讲吼，伊嘛不爱上山啊，伊即马要都市计划变更啊。2020年要都市计划变更，要做西部计划变更，伊个要进化。嘿，西部计划变更的时阵吼，要依照新的规定来做申请。新的规定呢，吼，你进前的12万都已经用掉啦。过去啊，今麦要用新的法律啊，就依照行为时的法律啦。行为时的法律已经无这个12万的代志啦。哦，所以伊是用，伊是2020年要来用1990几年的这个迄阵时的情形。安尼听起来敢会使吗，老师？应该是袂使啦。应该是袂使啦。副主任，你听起来安尼会使袂？我是安尼讲啊，我是爱相信检察院啦。检察院2018年伊家己讲的啊，讲要用都市计划啊，所以2020年看唔到，才请都委会甲其他的调查的甲副市长开始处理这，因为台北市也毋是干那金华城一间尔，伊嘛要处理足侪代志。若讲真正是违法的，这个公务人员就无应该送检入来啊。无，这敢是同一项代志。即老德芬所讲的，这560的这个用积率，敢是这个12万平的这个用。哪讲爱到12万平这个楼地板面积，它的容积差不多是670几。670了哦。迄是670几，所以迄句柯文哲要互伊的是讲560%。要互伊560%，你会记得就是有一张柯文哲的速审速决，因为大家拢伫咧顶头下讲，若讲你互伊过这吼，一定会有被图利，而且咱市政府甲伊搁伫咧修稿，吼你即马互伊跟社会大众交代不过去，会有图利的嫌疑。那它的上面的文理是讲，因为金华城搁提案入来的是讲。以要维持12万平方公尺的楼地板面积，这个相当于670几。伊要求的是讲，我不爱560%，我要达到672啊，要看多一个较济，伊要多一个啦。伊即马伊迄个时阵，伊要低的是670几的。所以林周明、林清荣这搁有都发局，包含法务局，通通拢甲伊写文讲，这有图利的嫌疑。这无好，因为咱搁在修稿，你即马互伊，咱对市民交代袂过，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即马来讲650%，因为所有的公务人员拢甲你讲，包括今年的检察院嘛甲你讲，这些的容积为560%起跳开始到840%的问题是伫遮，因为这中的这20%自创的容积奖励。是没有法源依据的，问题是伫遮。你讲到重点了，没有法源依据。老师，你认为这没有法？因为佫是伊也讲啊，这都市计划法24条啊，适用讲哦，论性智慧宜居都市，这会使安尼讲。都市计划法24条是讲西部计划。好西部计划要回归以直辖市因为台北市直辖市嘛，直辖市有自己的自治条例。要依据伊家己自治条例，伊改自治条例没有规定，它应该是讲容积奖励是公共财，不可以随便给，要依照规定。台北市也规定没有这个，伊阵是也无规定啦，没有到单嘛无嘛，到今嘛嘛无啦，到今嘛所以就是自创的嘛就要请咱的高技术那这种情形你敢有拄过讲这市政府不管是台北市啦，地下市可能也
桃园市啊、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敢有这种例？无这种例呢。不过我爱补充就拄啊，迄个议员讲的，可能小可甲我知影的有小可。来，咱用镜头看一下。吼，咱为工业区对着镜头去看一下吼。来，这个嘿，卡梅拉图嘿，卡梅拉图嘿。咱金华城一开始是铁工厂，伊是工业区，啊，伊要变更为商业区，吼，这是迄阵的代志，头一件代志。吼，啊，当初吼变更了后吼，就是互伊变更啊，但是关地三城，吼，那咱想吼，一般咱的变更就是讲，我互你工业区变商业区。商业区有伊的容积率嘛，有伊的使用的性质嘛。讲你会当经营饭店、旅馆，吼，啊，过来互你容积率，吼。但是呢，一般咱的变更为工业区变更甲商业区，第一，互你使用的性质变更，但是容积率一般袂讲互你变足多的，吼，就是咱即马主体，吼，原来工业要变主体。咱有商山或是住山特，后边迄个特的意思是讲，我互你变，但是我袂互你伤济。对，特别规定，你爱看都市计划里面来对。它有一些特别规定、特别开放的一些项目啦。像咱这张吼，就是当初变更了后的都市计划里面的规定，吼，这是黄大洲迄阵做市长的吼，咱来看吼，第一个。有一变更第3种商业区，但是有6种的使用性质，你敢来让做这6种？这6种对，啊，过来伊有规定讲，伊的容积率392安怎算来？70%乘以560，算讲伊关第3城出去，但是村的7城，互你560乘过来，所以他认为是392。那如果照这都市计划当初的规定，伊就是三商特迄个特应该是6种的限制，过来容积率是392。哎，就无应该去做别项啊。对，即马吼，到后来检察院毋是有纠正，讲伊这容积率560，吼就变成讲有2种的讲法啦。第一种是讲我工业区变更商业区，我有关地，所以我迄70%的土地嘛是容积率560。那第二种的讲法就是讲，我互你变更使用性质，但是我容积率没有到560那么多给你，这是2种。好，但是因为拄啊议员讲迄万里平呢，是因为伊本地就用工业区的容积率去申请要起厝。建照已经出来，后壁较变更成功。建照出来，咱去信赖你政府核给我的有一个信赖利益，所以我要保障你的信赖利益。当时都市计划就是不应该损及你已经拿到的建造，所以才有这个算起来670。所以这个经济在遮。但是你摕到我准你12万平这个物件是。你要做这个工业区的物件嘛？对，工业区伊即马变更商业性，会当做饭店，做。这我就想讲，我若较干巧吼，我无讲小沈真干巧，我较干巧，我想讲吼，我先甲你申请，然后我甲你变更，我变更了后，我摕12万，我来讲来，我要起12万。所以伊就是要管的嘛，讲说当初你有保障我。670。咱停在遮，你感觉安尼敢会使？袂使，因为咱容积有2种，奖励跟容易的。好，有一个概念，就是咱在做代金估价。第一个，我们用容易的那是用一些公保地。老师，你来讲较简单的哦，因为有小草也在听哦。好，上简单的就是讲，咱即马这个容积移过来，到底是永久还是临时的？好，等于讲，我若是用容积移转的，不管使用代金或是古迹或是公保地，我用容移过来的概念就是永以为定。
我厝无啊，那农机嘛是爱个伫的，对。啊，你若讲农机种的甲村的坏，迄是因为你的建筑做一寡设计。你有要起厝才有对，哦。有起厝，啊你厝无去啊？你厝无去，就拢无啊。嘿，所以观念是咧遮，所以啊，即个保障是讲啊，你即摆要起厝啊，我建造嘛互你啊，所以我保障你会有法度照我合互你的建造内容去做起厝，但是你即摆要重建啊，你看物件富的拢无啊，对啊，伊毋是容易嘛，伊是有一寡申请奖励，啊，迄奖励你厝无去啊。我根本就袂使。老师，伊安尼讲安尼敢对？应该是讲吼，伊讲的是没有错啦，就是讲重建了哈，要回归你原本的规定，要回归原本的规定。就头前咧讲过夫的应该来重来嘛。过去就过去啊，嘿，就无啊。安尼副主任，你会当接受因安尼讲？我感觉是安尼啦，即摆讲到半波哦，观众朋友敢有听有？我是讲，若是讲简单讲就是有犯法来无犯法嘛，对不？应该是安尼讲嘛，是有犯法。咱先莫讲有犯法无犯法，我是甲讲这12万的这应该夫的袂当搁主张啊嘛。我感觉是安尼，你即摆讲主张讲你袂使搁主张啊，但是为什么蒋万安蒋万安即摆台北市还有蒋万安甲李四川伊就讲一切合法，适法性啊，什么拢 OK。对，即摆是变做讲是变做安尼讲。咱先议员来讲嘿。是安尼啦，因为我感觉讲你即摆讨论的就是讲，到底伊即个12万坪是合法还是会使安尼舞袂？你若讲啊，台北市政府就甲挂保证讲会使合法，啊当然啦，伊是尊重法院的判决嘛，对无 ？OK， 啊即摆嘛讲，若讲嘛无合法，你嘛会使照讲啦，金华城这爱拍行政法去拍官司嘛，对无？你若行政法拍官司讲这袂使，你嘛才有宽定，这嘛才有道理做。你但是即摆行政法你也无甲拍啊！我来想讲，这也都付袂完啊！副主任，你讲的真对，对啊。但是我来想讲，阿伯咧空砍，伊那无爱先单讲拍这官司了，再来处理就好。伊要戆戆，佮要紧啊，佮写讲紧办，对不对？因为等这个行政官司拍煞了再来，安尼毋是较无冒险。伊毋是讲紧办，伊讲啊紧查紧办，就是讲。是啊，毋是紧办。毋是啊，紧查你若合法，就莫送件嘛，对无？伊即摆送去倒。但是你头嘛主张讲，那就先查好清楚，先去拍一下官司，行政官司也好去创啥，所以水落石出了后，再来开始来办啊。拍官司，台北市政府会使讲毋知吗？你嘛是爱查，你嘛都市计划你爱做，你是毋是都议会你嘛爱查？所以讲紧信紧办，你副市长彭振生甲你一个邵秀佩，你毋该去查，都议会毋是爱调查，请专家来讲啊。啊，看伊安怎判，台北市政府安怎用，亲像咱蒋万安嘛是有找都议会搁查一遍啊。啊，刚讲检察院讲你有合法无？蒋万安会甲讲，我毋知，我拢看法院，伊嘛是有找这个都议会去办的啊，去查。然后我较干巧，我就讲啊，无你过来拍官司啊。无。可能副主任伊无去看，就是讲，市政府伫咧前几工，伊重新解说一个，就是讲，伊伫咧今年的1月24号的时阵，伊发一个新闻稿，针对这金华城这个案件的事情，伊的内容是啥？伊讲审议过程一切合法，这是什么意思？程序上都有按照规范来走，这个意思就是讲，你文不对题啊，就是讲一个人他开车酒驾，他酒驾被抓了。那我现在回复说，他的驾照是合法的，这跟他酒驾有什么关系？因为他酒驾是违法，跟他有合法取得驾照是有什么关系？那是无同款的物件。所以市政府伊伫咧前几工啦，伊就直接解说是讲，阮讲的是讲程序合法，不是内容合法。他的程序就是按照一般的，假讲我民间要拄跟还是要创啥，我就上案件去哩，我就上去都市计划委员会啊，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完之后送出来公告公审，然后公展，最后决议出来。那市政府爱讲起来才保守着。我甲你讲啦，蒋万安无想要担这个责任啦。蒋万安无想要担这个责任嘛，也是刚刚讲，这个物件即马拢已经去法院啊，就互法院来判，就到即马啦。所以都市计划甲驾照是同款的啦，反正都市计划甲咱考驾照是同款的。无你驾照考掉，甲你酒驾还是无同款的物件。小等，咱互研究员先讲完。所以，我会互你时间讲。所以伊是讲整个程序是合法，
那按照程序，它都有按照流程这样，以 A B C D 1、2、3、4这样走下去嘛，还无唔对嘛？啊，唔过伊的问题，今仔日的命题是啥？今仔日命题就是讲，为金华城的560%到840%，在中这20%的自创容积奖励是不合法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包括讲内底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内底，包含宋正迈，包含曾光这个曾委员，一个曾委员，詹公忠詹公忠委员，啊，唔那这两个啦，全部一半以上的委员拢讲，这一个自创的容积奖励，它是没有法源依据，是有危险的，这不好，大家都反对。问题是在这，问题不是在他有没有照流程，问题是中间的内容是违法的，但为什么可以出来变840%还是给他？我即摆资料是讲吼，蒋万安市政府指出讲，瓜市府审议合宜公益对价设法该符合，但是设法是毋是设法，按法院来决定。这台北市政府家己讲的吼，讲4种，就是合宜啦、公益啦、对价啦、设法。我要请教老师吼，老师你的意见，你感觉这4个市政府拢讲对，拢 OK， 但是是毋是设法按法院来决定？你安怎解读这句话？哦，市政府的公告是讲吼，程序基本上都没问题。我咧讲程序正义跟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吼那么问题，而实质上的内容还要等法院来确定。但是伊个讲审议合宜公益哦，对价设法该符合，有安尼4种拢写呢。这是什么意思？我老师你笑啊真神秘呢。我个人的见解是感觉讲吼。淡薄仔怪怪啦，必求，淡薄仔怪怪啦，因为讲吼，容积奖励啦，应该是具有公共性、公共利益的。好，譬如说我做开放空间，做公园、做绿地，这个好容积奖励，就 OK。但是呢，这是都市计划规定哦，台北市规定是安尼哦，公共开放空间是给它容积奖励的。但是呢，你自己的建筑，你私人呢？你自己的建筑，基本上呢，除非是都跟，除非是围绕有明确规定的，无吼都市计划，无要去处理你家己的建筑的智慧、建筑的宜居，这无容积奖励的适用性啊。就无公共利益啦，所以老师笑甲真神秘啦。我知影你的意思诶，但是我要问，那张老师你认为呢？好，咱遮有一张迄个，来，咱有镜头看。新闻帮咱准备的迄个3个容积奖励的列表吼，这个真清楚吼。第一，韧性城市。咱扫地，安尼讲会使吼。第一，韧性城市。哦，你讲取得绿建筑钻石黄金级，过来有认养公园，50年。第二，智慧城市就取得智慧建筑钻石级或黄金级，然后提供什么充电车位、交换设备，这是内容哈。第三，宜居城市，第一个就是耐震标章，第二，提供800平方公尺公益空间使用权，再来协助改善吉祥路、东宁路这些人行道的方案哦，分别拿到4%、8%，加起来20%。哦，拄啊讲的是讲，合意性甲对价性，为这内容看起来是伊嘛有认养公园，嘛有协助啥，嘛摕到钻石级，这为都更的奖励的内容没有超过它的法定上限，看起来是 OK。但是咱拄啊讲司法性吼。最后，伊就讲，这计划通过，但是有关这个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设计这个容积奖励的计划，本规定事项准用都市更新建筑容积奖励办法规定办理。所以这个准用就变成说，伊这3个伊家己创出来，但是伊适用的是都市计划法内底的物件。
都市计划法内底无这物件啊，有诶，伊抄诶是抄这个都更诶，伊用准用，准用就是讲，第一，这两个物件爱共款，我无规定遮，你会当去摕去用。问题，金华城就是未满30年，就要拆掉，要重启，伊无法度去用都更诶嘛，本来会使，伊就直接去用都更诶嘛，所以这个准用。 在这里就被法律的学者，检察官认为这外观就是明显就违法。观众朋友来听有啦吼，假设即摆4位，咱拢都市审查委员会4位，咱就按举手，要通过举手，要通过，要通过，安尼说可以会当准用的。副主任，你敢有举手？我讲咱遮唔是专家，你免你自己举手。无啦，我听2位专家讲起来呢，你感觉安尼会使？ 我想你给我时间讲一下。好，我有你时间讲啊，当然有你时间讲啊，我会请你来，当然有时间有你讲啊。拄则我感觉这个节目吼非常好，为什么？因为结案啊。拄则你讲蒋万安是市长讲一切合法嘛，拄则咱议员嘛讲教保来，拢有教保来，拢合法。结案啊。无，你教保来，程序有内容违法，问题是在内容，你连问题的内容违法嘛？你连问题的命题也不知道。议员你小话讲者嘛？拢教保来，新查教保来，所以这个公务人员甲专家是毋是爱负责任嘛？因为伊拢有教保来新查，蒋万安市长敢会使无调查就讲一切合法？ 对吧？伊嘛是有请导委去调查嘛。所以，都市委员应该要甲抓起来。我感觉是啊，你照无啦，因为这也毋是柯文哲做的啊。上今礼拜的时阵是向你做的，都委会嘛，甲副市长嘛，因去开会讨论。所以你认为应该是抓唔到人？毋是，柯文哲市长嘛讲过，爱相信制度。你今仔日遐侪人拢讲 OK， 你袂使讲即嘛出代志啊，就开始去讲哦，拢毋是我，拢是市长。 恁遮所决定的专家甲遮都委会人，拢讲毋是我的责任，敢袂使安尼？参与主席恁拄仔讲的，咱4个举手，今日向举手向负责嘛，对无？咱做一个共同的决定嘛。但是伊是在世呢，伊毋是举手的呢，伊是主席在世呢。哦，毋是哦，伊起码是讲主席，伊嘛是举手啊。那无你遮都委会委员当时就应该讲。我看吼，这所谓这发言记录吼。 有发表无共款意见的，后来换起来。这后来换起来，你起码是讲，伊起码换起来是。都市委员吼，若有无共款意见，后来拢换起来。这爱去拍官司啊！你是毋是真正是因为无共意见所以换起来，还是啥物原因啊？对，就是因无共款意见啦。对，因爱解释啊。若像这种情，如果你若是阿伯，你阵时敢会赶紧讲，来，紧落过安尼。 免到讲即摆发产生这种问题，大家踮遐了时间踮遐讲这。我是讲当然啦，我的意思是讲，我的意思是讲，你关问题你才巧着157个，是毋是？你应该就想讲，这袂使啊，这就先看死哦，先拍完官司再来想嘛。若讲袂使，蒋万安若讲袂使就好啊。为什么蒋万安会使讲程序合法？ 无啦，伊毋是讲，伊讲定数合法，伊是讲这内面还有法院来决定啊。主席，你有敢有认同讲，若真正你感觉内容违法，是毋是爱拍官司才讲？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讲，阿伯你哪会安尼？无采你157。毋是啊，即摆咱讲到遮，当初时的都委会甲即摆的蒋万安市长拢讲是 OK 啊。 你袂使讲怪干那怪柯文哲尔，你若讲安尼讲，蒋万安嘛要掠去问啊？为什么你会使讲程序合法？安尼我知，伊涉嫌不明，毋是涉嫌不明啦。我感觉讲你爱调查，你爱拍官司，讲比如讲拄则专家甲先生讲的。我感觉伊涉嫌不明，去害去啊，所以副市长拢去甲骗，拢甲骗，讲这 OK， 啊伊拢无看。因哪是向等的？副市长等的。用假奖啊，但是你要用假奖的时候，你无甲市长讲吗？ 一定甲高价甲巴价，我讲是哦，这会使，而且来紧来等落去，是毋是安尼？大家观众听到这，你无感觉讲会对啊？当时若副市长来讲袂使，是毋是就无这个代志？副市长来讲会使，搁有都委会所以我讲涉嫌不明嘛。你爱讲涉嫌不明？无对啊，因为你讲阿伯拢唔知啊。我是刚刚讲向讲的，向爱负责任。哦，比如讲专家甲副市长讲的，都爱因爱负责任，就是安尼啊。好来，研究完。千错万错都毋是瓜问题的错啦。
千错万错，大问题拢唔知影啦。所以我唔知讲这8档14年甲22年的时阵，咱台北市的市民是安怎过的啦？一个市长对于这个案件这大的案件，为林清良、林周明一直告诉他，包括讲伊的市长的晨会，7点半嘛，嗡嗡嗡啊，7点半嗡嗡嗡的时阵，拢直接写好柯文哲，写唔拿一篇，写就这篇的这个便条上去，告诉柯文哲。金华城这个案件，哪讲你互伊过，这是有问题的。啊，还有议员是不是就在3年进前，就一直甲伊质询的时阵甲伊讲，迄句跨问题伫咧咨询台上讲啥？伊讲哦，我唔知，啊，毋过要去了解，伊有去了解吗？所以我是感觉讲，你莫讲什么你拢唔知影，哪讲伊真正拢唔知影，为虾米会流出这么多柯文哲用印下去之后下面的一个手写？哦，那就公务人员只要不要被关就好。哦，那他就知道为什么他要写这个不要被关。哦，守法是公务人员基本的上尾啊，一个案件，因为公务人员最喜欢讲什么？我们依法行政，我们依法办理。哦，这是什么？就是公务人员自我的保存、自我的保障嘛。你写一个讲不要坐牢就好，这是你知影讲这个案件有问题无？这为以前林清荣、林周明一直大家都市计划。都发局、法务局，任何有关的局处拢甲柯文哲讲，写公文，甲讲这有问题。你也讲柯文哲已经这样唔知吗？啊，整个都市计划委员，整个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里面的委员，因为我全部看过，我唔知讲副主任你有看过伊全部，你有去看伊来的。公务人员不违法是最基本的，这叫最基本的，不是对不对？那这件案件现在就是讲，大家拢甲伊讲，这有可能图利，会有牵涉到违法的事情，包括讲都市计划委员会来的委员拢讲这个不妥，没有适法性，大家拢讲啊。最后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看这迄记录吼就奇怪，顶一届来的讲有问题，后一届那拢换人啊，拢无共款啊。第2届的时阵看。有问题，第3届跟换人啊，拢无共款，全部都是这样子一个状况。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是不是专家学者？是。好，那公副主任一直讲啊，就打官司啊，没有错。市政府跟金华城有拍官司无？有啊，就这560%这个时候啊。你讲柯文哲为什么不等这个行政法院、最高法院裁定下来再来处理？迄句是2020年的3月10号。柯文哲写了一个副主任讲，哎呀，我唔对啊，一下速审速决没有问题呀、啊，卖袂记。2020年的3月10号同一天，一下速审速决的时阵，伊甲应小薇假本东的时阵，一下了什么指令？送都市计划委员会交办，彭正生当 PM。你明明知影金马在打官司，还没有结论出来，你为什么要伫咧？这个同一天应小薇的便当会上交办下去，说送去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你为什么不等？你会当讲，甲议员讲，今麦这个案件，今麦这个案件在法院办理当中，咱会当等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下来之后，咱过来讨论这个案件。你无嘛？你直接伫咧讲一讲的时阵，你就下了一个决定，说送都市计划委员会。议员，我有一种卡本，你听看卖哦。我嘛请要请在座4位来听看卖，就是讲我市长嘛，啊，这小省的治理教来甲我乱啊，吼，啊叫这个应议员啊嘛治理教甲我讲啊，啊不如我就表演一下，吼，我安尼想啦吼，我不如我就表演一下，受信受决，吼，上。都市委员会，但是恁都市委员会恁安怎用，不关我的代志，吼啊，那有啊，你都甲我闹者，我就讲哦，有啊，我有去关心者，我有叫这个彭批吼，和这个彭副啊去看者，但是我无等这个，无等到这个最高法院还是行政法院判决落来，安尼就开始安尼去做。老师，你认为安尼敢有妥当？敢有政治责任，还是讲？这才是政治智慧。都市计划公告实施是台北市政府了，所以出去的就是台北市政府。
这个行政行为做出来的就是台北市政府，所以其实市长其实在这边其实应该要有一点政治责任啦，因为都市计划、都市的发展其实就是政治责任的落实啦。这是第一类。第二个是我们这边拢讲都市计划委员会来做决定啊，都是委员来做决定的。委员的决定那行政法是讲是判断余地，委员都有判断余地，用专业的来做判断。但是我个人也有当过都教委员但是呢，我不敢听到主管机关的就是首长跟我讲速审速决，无这款代志，我应该是用专业的判断，我来判断，所以无速审速决的可能性。你稍等，我和老师讲完。所以呢，专业的判断确实如负责任所都要讲的就是我是专业，我自己来做认定做出来的决定应该是安尼但是呢，有行政的介入，我是唔知但是应该是袂使讲速审速决这种才是这种对委员来讲不是讲盖公，不是很公平张老师，你稍等，我先和伊他提升来手我真感谢议员为什么呢？今日证明几项代志，第一就是柯文哲的市府甲蒋万安的市府拢是教部来。第二个就是讲，我2次会回应他和老师嘛是拢是专家学者。第三项就是讲，议员嘛拄则嘛讲，公务人员卖违法，市长的意思是讲公务人员袂使违法。我感觉这3项代志就结案啦，就是我就感觉议员搞证明这3项代志。不是副主任，他和老师所讲，小等，他和老师所讲说，都市委员家己有心在议题之外。不应该嘛，无希望会当受到这4字所信所管。你的意见？我嘛感觉无应该。无应该。所以就是专家学者爱提出你的权威跟。所以柯文哲根本不应该去写速审速决这个字眼下去嘛。你的副主任讲你无应该这项唯一这项。写给副市长的吧，伊是写给副市长甲上都委会。伊写给副市长，顶头都叫副市长卖互别人知啊呢。副市长是都信委员会主席呢。是吗？伊写给无伊写给黄珊珊副主任，我感觉你真有骨气。你啊头一摆讲阿伯有做唔件这样代志，都袂使写所信所管。我是讲安尼啦，拄则嘛是议员证明讲教部来专家学者认为讲公务人员袂使违法，我这非常正确。感谢议员。我讲一个，我甲遮公务人员讲一个话啦，公务人员本来就袂违法，公务人员本来就是爱教部来。毋过今仔日的问题命题叫做560到800没有法源依据，你怎么可以送给他将近市价200亿市值的楼地板面积这个容积奖励？这个是没有法源依据的。所以你今嘛，我惊副主任，你今嘛一直在讲吼，这国较侪这个公务人员会全部跳出来啦，因为这些公务人员自己都包含你讲柯文哲有写了一些数据，包含讲以下的什么 memo 纸在上面干嘛，很多人都有影印啦。就我们知道的是都发局里面就这公务人员为了要自保这件事情，不是他们做事，上面长官下令的，自己都有一份柯文哲长官上面的一些 memo 下来啦。那你说公务人员很辛苦，我相信他们真的都很辛苦。长官要求做什么事情，你要他们怎么做？长官只能说交办下来，我尽量帮忙想办法。可是今仔日的问题是560到800，它不是都更，它不适用容积奖励，它不适用围绕条例，它通通不适用，找不到法源。为什么要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容积奖励20%？而且柯文哲介入的到底有多深？你看他下的每一张 memo 纸，而且游淑慧议员有讲，柯文哲每次在下指令的时候，都可以精准的解决掉刚刚好金华城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咱就要另外1点钟来把这个时间点一个一个来对啦但是大方向我要请洪清先来讲。就是讲，这个用积率要增加，这要增加，适用的这个法条，咱他有所了解
但这整个案件吼，即摆又搁开始有人咧讲啊，这马街的这个儿童病院啦，啊高雄的国宾啦，台北国宾啊，你嘛这个拢碰撞啦，拢足济啦，敢是安尼？修身吼，拄啊回应那个两位的争点吼，我家有较客观吼整理两派的说法，一个是从早期的文章吼，从客责观点去看这个都市计划委员的，好，我两部你听吼，各级都市委员审议为使都市计划合乎正当法律程序之重要行政规制程序之一，都委会被赋予的裁量权跟判断余地，对都市计划的实质规划内容有决定性的权利。因此，民众期待各级都委会审议应秉持专业、客观、中立，实非过分要求。好，这是咱都有一个讲法。那另外一个讲法哦，是咱政大退休教授徐世荣也讲法吼，讲都市计划委员啊，他伊唔是独立机关啦，吼，伊是咨询性的任务编组，就是讲伊较专业嘛，但是拄啊老师冇讲，你做出的行政处分是台北市嘛，好，所以他才1年一聘，啊收一届出席费2500。如果定义它是咨询性的任务编组，那就变成是台北市政府这边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对呢，一摆才2500，啊，我要替你做这决定，我想了嘛会担当呢。对，老师是不是安尼想？来，邱先生，像拄啊，迄个假说嘛，做道理啊。你委员你家己有判断余地啊，像拄啊几趴，为什么条件伊要互伊无爱，伊会当决定啊。最后是你委员投票还是野手决定的，啊安怎审查内容嘛是委员家己专业去决定的，所以这两种讲法，我感觉拢有伊会使去听的内容啦。哈，但是实际上台北市的都委会开会的情形，一如这个颜议员所讲的，若有无同款意见的这个委员。无就是家己无爱去啊，无就叫换掉嘛。对，吼，到上后尾，伊嘛毋是用票数去投票去算的哦，是主席在世哦。啊，这你安尼，陈鸿先，你认为应该用到这种情形来解脱？这真正我感觉有困难，因为我感觉两种讲法拢有迄个道理。吼啊，到底咱国内或是咱政治有没有介入这个都市计划？这个我觉得要应该实务界都很清楚。较有证据才会使安尼讲，是不是安尼？何老师，你感觉？啊，若像头啊颜议员所讲，你真济这公务人员拢写物件，家己影印起来，家己自保安尼有算作证据无？其实哈，在开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时候啦，委员的发言，好，基本上代表我的专业啊，但是呢，最后主席的裁示往往不一定会以我的意见为主嘛，一起综合大家意见之后，主席给了一个决定出去，啊，所以都市计划委员这么多个别委员的意见，其实对于主席来说，啊，不就是参考而已嘛。所以老师你的经验拢见摆你来一开的拢是人的参考而已。我个人觉得我的意见都是参考尔啦。我的专业给出去的判断啊，但是最后机关怎么做决定，我其实没有智慧余地啦。啊，但是若是像金华城这种情形，就是适用无这个条文头适用的情形，佮家己创造这种准用，这种情形。你甲讲袂使了，咱嘛无强制性。迄款代志吼，我就不会去了啦，我就唔敢去啊。所以你就唔敢去，我就唔敢去啊。啊，若像这种，那副主任，那像这种情形，人这个委员唔敢去，你认为这是什么状况？我感觉若讲啊安尼哦，我拄下嘛是讲过，卖违法就好，但是你即嘛要安尼讲，所有咱台湾所有的市长，不管是哪个还是立的，你咧做任何建设的时阵，唔都拢爱打赛啊？
人讲袂使，你爱打赛，是安意思吗？就变成讲伊做的拢是建议尔，拢是主席决定的。无啦，袂使安尼讲啊，因为何老师他是我问的问题是讲。 无即个法，无即个条文，无即个细节，但是家己创发即种用准用的即个物件，若即个情形，何老师讲无啦，伊就无爱去啊。哦，市长要行利吼，本来就真侪条件家己创造，比如讲高雄有1000偌侪趴，还有2500偌侪趴的，你要安怎讲呢？伊一个都市要行利，要叫人起这物件，本来就要按照拄则专家学者讲的，爱起公园啊。 爱有什么充电，爱有人用嘛，啊，这合法嘛，这有这 percent 行会好用。啊，台北市规定20%，伊即马可以20%，我唔知影讲什么无合法伫倒位。你若讲要来讲，大家拢嘛是照伊的都写出来，拄则专家嘛有大家看，拢照安尼出来。咱这趴吼，咱第2点钟咱过来讲。好，谢谢，感谢，哦。